中意啊，下面見到見到啊，炒蛋我中意係嘛？點啊？見唔見佢一陣？溝下佢咯，啊，好嘛？細個啊嘛，5歲啫嘛。你幾歲啊？差唔多啦，4年啫嘛，冇所謂啦嘛。大家好，我係權耀思老師，非常感謝各位家長一齊參與今次 K1 及 K2 結業禮暨綜合會議。今次嘅座位係由小朋友抽籤而決定，代表小朋友一眾心意，共同參加呢個快樂嘅慶典。為使活動順利進行，溫馨提示現在請各位將手提電話關掉或轉為震機模式。本校已安排攝影師為學生進行拍攝及錄影，請家長避免離開座位或站立觀看。家長可留在座位中欣賞小朋友嘅表演。學校將於稍後透過 E-Class 即時訊息發放今日典禮嘅相片及影片，多謝合作。2024至2025年度東華三院力勤幼稚園結業禮暨綜合會議現在開始。程序1：奏唱國歌，請全體肅立面向國歌。